廣東話教室，嘥氣。嘥氣即係浪費氣力，意思即係講嚟都冇用，講嚟都浪費我啖氣啊。例如你會話，我同佢講咗10000次佢都唔聽，真係嘥氣。即係代表你講極對方都冇反應，覺得好攰。香港人好鍾意用嘥氣嚟表達放棄解釋、放棄努力嗰種無奈感。你有冇聽過老師話，你哋再唔交功課，我都唔知講咩好，真係嘥氣啊！類似嘅講法，仲有講極都冇用，講到喉都乾，講到氣都唔夠。不過嘥氣呢，就係最精警嘅一個字啦。想聽更多故事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後感意志，或者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